Dominica，我知道咧，你對相機好有研究嘅。如果好似我呢啲攝影新手，又想買部數碼單嘅反光相機，你有咩好介紹先？咁我就一定要介紹呢部 Nikon D3200俾你啦。佢內置強化嘅 Guide Mode 引導模式，透過熒幕顯示自動引導你拍出想要嘅效果。加上2416萬有效像素，令用家輕易拍出細緻無比嘅影像。等我試下先。用埋佢嘅修飾選單功能，選擇特定效果，相片即時呈現唔同嘅風格。你睇下，仲可以透過無線行動配接器 WU1A， 利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遙控拍攝，再上載至社交網站分享相片，幾方便。真係啱晒我。而家去百老匯購買 Nikon D3200數碼單鏡反光相機，仲有限量禮品送添。咁我就決定買啦。